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观众欢迎收看7月5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对县市合并以后，积极重视人事精简，加提升工作效率，同时透过科学化的人力分析，让人力会当做到上大程度利用。根据统计，一档的单位市库成立上亿。市府对县市合并以来，积极推动人力精简的政策作为，伫咧6都当中一向是模范生的角色。比起行政院规定的市府编制人员上限6111个人，目前市府只编制5984个人，精简率达到2.08%。其实我们是掌握2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要请征人力的时候，一定要透过我们的组织在检讨的会议的审查。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纵使给他编制员额之后，每一年的预算审查的时候，我们会透过预算审查的一个委员会呢，来审酌他明年应该要给他多少的一个预算员额所以说我们透过这2个一个管制其实我们这些年来呢，我们的人力规划可以说是值得我们自己肯定所以说我们也不迷信人多好办事。在这个原则下，我们是要打造一个小而美、小而冷的一个政府的人力架构。减少无意义的公文流程，让工作量减少，效率提升，安尼成果让市民对台南市政府的行政效率相当肯定。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台湾李文正上午强烈批评市府为了管理渔具仓库，规定渔民需要出海45抓，根本就是违反基本人权，甚至造成渔民勉强出海发生意外死亡。渔员原本打算召开记者会检讨，结果无半个官员出席，马会会后直接冲到市中心，要替渔民讨一个公道。台湾李文正上午出面召开记者会，指控市府规定渔民一档爱出海45抓，也无将收回渔具仓库一事，对处理6月20日，因为一位渔民惊渔具仓库被收回，勉强出海，结果发生不幸意外，一直到7月1号才伫新竹外海找着尸体，使人遗憾。台湾李文正原本想要借着渔民的过往来检讨该项规定，避免搁再有比较。结果记者会无半个官员出席，有人批评真正是官僚太人。这就是一种侵犯人权、违反宪法，这款的一个乱来的一个做法嘛，你较会使讲规定我去讨海讨几抓，我今仔若有鱼通钓，我哪会无爱去讨海？有钱通赚，我哪会无爱去讨海？我哪会着搁你政府甲我讲？但是今仔日因为风影大，这开掠无鱼，我油钱算袂好，我人身体。艰苦破病，我无一定会当出来掠鱼。我船摆我有当时可能咧修理，我嘛无可能去掠鱼。这款这是啥物款的政府啊？所以这官僚杀人嘛，所以这一定要对咱的家属爱有一个交代，一定要追究相关单位的这个责任。结果今仔日你也看无半只好新闻来。虽然议员未堪入去，认为人命关天，嘛伫养成渔民的陪同进入市中心要讨一个公道。不过因为市长并无在场，共款一场空。会后渔港管理所表示，全收800多只渔船，但渔具仓库只有100多间，所以甲渔民协调，只要出海较济，使用渔网渔具较济，就以登记顺序来优先使用。开始原则上一档出海爱45抓，不过仓库管理原则甲渔民出海风险有直接关系，也个犹太厘清。电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另外，针对西港外环岛土地征收5号伫西港公所召开第3摆协议结果，会中除了听出干部地主，但是嘛组织了反对不当开辟自救会成员，要求市府提出数据来证明外环岛土地征收的必要性。西港地区另外必须要经过西港大桥，因为近年来车流量变大以及活化地方发展等原因。
必须爱另外开辟外环道路来疏解交通，但因为土地征收的问题，一直无法度动工。5号即日，市府伫咧西港区公所召开第3届协议，希望甲地主沟通。但反西港外环道不当开辟自救会也出面质疑市府的数据无正确。要向台南市政府提出质疑，为什么内政部土征会议把这个案子挡下来之后，现在要继续召开第3次协议架构？这分明就是要欺骗当地的居民，因为现在不同意户已经全部都被拿去内政部那边进行土地征收的程序了，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个协议架构的会议出现？所以我们要要求他现在停止这个会议，然后彻底的检讨西港外环道路的必要性。对此，市府方面也做出说明。台19线，它其实它已经拥塞成这样，要不然不会说几乎我这么讲，西港所有在相关的这些所有的里，包括里长，通通都是支持这个案子。当然，你可以有不同的陈述意见，这是民主的时代，你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我们是委托专业的顾问公司来做的，他们呢是交通，如果说你讲的是交通评估的这一块，那他们都是我们国家考试的交通技师，而且他会在这边签证，依照技师法的规定，他也必须要去签证负责，所以不可能有什么假的资料。市府针对这件征收案已经召开了3届协议，但民众质疑市府的调查数据做假争议犹原还未解决。相信双方伫咧西港外环道的征收案，也阁有真长久的路要行。咱的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在2月6号地震当中，经历55点钟才被救出来维管住户李总店，伫现代医疗团队的全力救护，将要伫7月6号来出院。医方特别提前1天，替李总店举办记者会，祝福伊重新回到社会。受困55点钟才被救出来的维管大楼住户李总店，伫经过5个月的治疗复健，今仔日伫阿姊的陪伴之下，为轮椅顶爬起来。展现这段时间以来努力疗养的成效，伊阿姊除了感谢现代医疗团队的支持，也发愿未来2人若有能力，一定爱回馈社会。这次终点的话，他可以得到说成大这么好的照顾，还有我们也很感谢说德领这样子的一个帮助我们，然后也让终点有这么好的一只脚可以。在我们预期更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站起来。其实我内心真的是感受很多啦，所以终点跟我说，如果我们站起来，我们就是所有需要我们的人，我们就用我们的手跟我们的脚，那个行搞，那个做搞，这样子回馈给大家。李总店的主治医师严义婷受到过去这段时间上困难的不是病情的治疗，而是要用什么方式，让身心已经承受压力，搁爱面对未来现实的伊，重新恢复信心。不过看到李总店正面乐观的态度，真的让医疗团队有了真大的支持。在那个当下，其实坦白讲，我相信我跟他都很煎熬。那说实在的，我们常常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聊到某个点，例如说，他今天手有没有能够动得好一些？他给我的答案是，好像差不多。那这情况下，其实我很难接话，因为我会觉得，第一个是我没办法想象他在从灾难现场被救出，然后一路从开刀房、加护病房，至于回到病房之后，整个心理他所必须身体跟心理所必须承受的那些压力以及日后该去面对的现实，这个是我真的没办法想象的。
李总店讲到伫地当中，离男的女朋友表示已经甲伊约好要冥婚，而对着要面对社会的心情，伊讲真正有小可紧张。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西国文创多年来先做经营连着8年的老藤厂，发展出台湾特有的工业古建筑。已经到西国文创的作品《蜜桥天空步道》加梦堂剧场，并入围 WF 世界建筑比赛，将为台湾挑战历史上第一座世界奥斯卡建筑大奖。西国文创秉持着将古建筑加入新生命的做法。伫咧林地8年老糖厂发展出台湾特有的园区，其中上界受到游客喜爱的蜜糖天空步道以及梦堂剧场，伫咧今年都入围了世界建筑竞赛 WAF 竞赛名单当中，将要甲世界340位上界厉害的建筑师互相竞争，争取公赢。各位看到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个原来的一个5道压榨厂的一个厂区的一个原来的状况。那我们把它改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剧场，那将近有800-900席的一个剧场。那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努力就在于说，我们不要去改变100年前我们工业遗址的状况，那我们加进去新的东西，又可以跟它产生一种新旧融合，然后又可以把新的功能加到旧的空间。所以我们这次入围的奖项就在于 New and Old。就是旧建筑再利用的奖项。那整个 WAF 的大奖项总共有58个国家2000多名的建筑师的作品进入到我们整个的一个竞选里面，海选就对了啦。那入围的有340个建筑师的一个作品，那总共有32项。那我们是其中一项叫做 New and Old 的一个奖项。那在我们这一项里面呢，也有来自于10几个国家，17个作品要跟我们同台竞争啊。相当难得的是，园区内设计大部分拢无破坏到旧的空间，而且佫加入新的建筑元素，并融合了大自然的景观，就是安尼，所以互西国文创园区得到主办单位的欣赏。那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刚刚走的这个天空步道，那么日本人都戏称它是一个台版的天空之城哈。那总共有349米的一个玻璃步道，那么从大树绕了2圈，从5层楼高15米的地方绕了2圈以后呢，再经过我们3个很大的糖蜜罐。那么第一个糖蜜罐是我们的文史这个文史的一个展场。那么第2罐是我们的这个儿童游戏区，第3罐就是我们开记者会的古坡咖啡馆。那么很难得的是，我们把旧的空间，甚至是原来放糖蜜的空间，那么我们把它改成是一个人可以在里面这个游戏啊、开会啊、喝咖啡的地方。那么甚至我们在户外的场区，我们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斜坡，让大家可以在斜坡上面看表演。所以在整个场区的规划里面，为什么能够得到一个世界上面的一个认同？那么就诚如这个德国的主办单位讲的，在2000多个作品里面，我们能够入围，就是一种肯定。那未来我们在11月的时候，还是要到德国去参加3天的决选，跟这300多个作品产生一个在国际上面一个建筑舞台上面的一个竞赛了哈。
真济入围的作品背后，拢有国家的资金斗相共建设或者是维护。由民间辛苦经营的十个文创园区，也希望政府会当对因有较侪协助，互园区会当长长久久经营落去。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由台南高雄图书馆组长黄淑芳佮下淡市青年志工中心共同推动的不只是爱联名，亦可招志工为非洲的查某囡仔制作布的卫生棉以后备受好评。所以今年暑假，志工中心嘛将招募26名志工投入制作，预计要将300片的卫生棉再次送到非洲。青年志工团伫边仔教导学生为成针引线的动作开始，一步步进行卫生棉的制作。未来完成了后，将送到非洲，予当地的查某囡仔使用。因为非洲的民生物资欠缺，甚至各有人用性交易来交换卫生棉的案例，所以透过安尼的活动，不但帮助当地的查某囡仔，而且也借此教导台湾的囡仔爱珍惜物资，也爱护家己的身体。那爱护地球之外呢，我们也在推绿色的消费啊。那种种原因呢，第一个呢，我们要先去帮助我们在非洲的女孩她们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的台湾的志工、台湾的年轻人、台湾的每一个孩子，他们都能够知道，响应环保要从自身做起。那除了一个不卫生棉的物资的需求，我们去做帮忙之外，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孩子能够减塑、减少垃圾。毕竟抛弃式的卫生棉它真的是形成地球上的垃圾太多了。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手作，透过体验，我们珍惜物资。珍惜物资之外呢，再继续的去努力去推广，把这个好的观念推广出去。那比较让人觉得不舍得的也就是我办这个活动最大的一个动机，就是非洲的孩子他很有可能因为需要一片卫生棉，所以他用性交易来换。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的孩子听到了，他们也觉得不能接受啊。我们应该要去珍惜我们的身体，去爱护我们的身体。所以呢，大家呢努力的在做卫生棉，做环保布卫生棉，就是为了要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健康的教育。志工中心老师黄素芳表示，该活动甲各单位合作，已经举办超过10礼拜，这次预计有300片的卫生棉，要伫8月份送到非洲的乌干达。而同时，伊也希望伫国内提倡使用布做的卫生棉，以达到本色减量，也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心力。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呼吁社会大众共同来帮助偏乡的囡仔，互因拥有多元在嘅学习机会，伊甸基金会甲5星级酒店连续第4档合作，推出为期3个月爱心计划，也是民众只要捐款100块，就来享有餐饮的优惠，也有机会互偏乡的学童完成梦想。来自白河爱五网协会这群偏乡学生的在家，就是透过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募款来帮助因学习的。对来讲，在家庭经济压力之下，恐惊过3顿拢问题。今卖讲，参像市区学生有课后学习的资源，甚至有机会骑上5星级饭店的大厅来演出。这款的经验甲成果，确实相当难得。那伊甸基金会的那个项圈计划，那一向都是在帮助偏乡的儿童。那尤其是这些儿童，其实常因为社会资源的缺乏，所以包括说像我们在都市很引以为傲，小孩子很容易拿到的一些资源，其实他们都很欠缺。比方说像客服啦，还是有一些才艺的活动，或有一些学习，甚至有一些跟社会接触的机会，其实他们是非常少的。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多多的到不同的地区去跟不同的社会来做交流，那也让这些孩子可以跟更多的不同的社会层面接轨，然后发挥他们的梦想。为了帮助这群学生一一完成因伫卡片顶面学钢琴等等的梦想，台丽兹酒店持续甲伊甸合作，到伫关怀弱势社区的公益行动，伫希望号召国内外旅客共同来响应，将爱传播到偏乡。饭店呼吁只要捐款100块，对拥有多元在嘅帮助将远远超过100倍。每一年的暑假呢，我们都会特别来针对一些偏乡的儿童来做一些公益的活动。那这一次呢，跟伊甸呢继续来持续的配合呢，已经是第4年了。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募集一些款项，
来针对我们这些小朋友，给他们一些帮助。那也希望抛砖引玉，那大爱励志的活动呢，能够引发更多的人来投入这样子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当年民众除了捐款做爱心，另外购买父亲节个人个饭店嘛，相对捐款100块来回馈，希望对今仔开始为期3个月到9月30号为止，为弱势学童来捐帮。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台南中大爱心会持续关怀弱势，即摆伫10月8号，今日透过爱心路跑来关怀老人等弱势族群，都欢迎大家来体验挑战。同时，会中佮结合6大主题专区，希望邀请更较侪人做伙来参与。台南中大善心会伫咧关怀弱势族群方面非常用心，这届也准备伫10月8号举办中大杯爱心路跑 Party。主办单位以公益路跑的元素，并结合了6大主题区域。同时，主办单位也真感谢有遮尔侪善心人士的斗3工，才会当举办了遮尔盛大。10月8号，我们中坛杯爱心路跑公益活动。那这一次发起的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借由中坛三太子他生日这个农历的9月9号，刚好也是我们的重阳节。那我们中坛善心会呢，一直以来都是以老人跟小孩子为服务的对象。所以这次我们借由太子爷的生日呢，我们来扩大举办。然后在我们这一次呢，爱心会的一个主旨呢，就是传达说我们中坛善心会的一个原则哈，就是我们传递善与爱，秉持着我们的善心，结合大家的爱来关怀我们地方上的弱势团体。在这届路跑 Party 当中，就分做大型气垫儿童游乐区、中部游乐区、意见按摩区等等的6大区域，可以邀请小朋友上喜欢的艺人来甲小朋友同乐。主办的中大善心会更表示，当天的活动收入扣除成本了后，会全部捐出去作为关怀弱势的用途。咱的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日好天，午后短暂雷阵好天气，温度29度到33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7月5号中间台电新闻，那么在港节时间再会。